最闪耀的热爱。每一次踏上这片绿茵场，我的心中都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对足球最纯粹的激情。以前我们上面踢一点，然后球鞋啊、球啊、球衣这些，每次踢一场比赛都下来不洗一下，到处都是那个土啊，鞋子里面都是那种小石子啊。足球场的落成呢，它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正规的踢球场所，今年还举办了正规的乡村足球赛，极大的激发了村民们的健身热情。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有了正规的足球场嘛，有一个愿望就是搞一个比现在还大型的一个邀请赛，全市的那种，像其他的县的县队啊，或者其他县的那种俱乐部啊什么的之类的邀请过来。